早上一碗热乎乎的白粥，配上几块脆口的烟、萝卜，或中午餐桌上的一条咸香四溢的咸鱼，这是不是您再熟悉不过的味道？许多长辈说，没有这些小菜就吃不下饭。这些味道陪伴了一辈子，看似只是小小的习惯，却可能在悄悄加快脑部老化。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提醒，长期摄取高盐分与腌制食物，不仅容易导致高血压，更会提高中风与失智的风险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医师，内科临床超过35年。这些年来，我遇过许多长辈，脑袋明明年纪才60多岁，却出现70、80岁的健忘与反应迟缓，而背后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吃太咸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提醒。如果您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觉得没有帮助，就输入0。这不只是和我互动，也是提醒自己，我正在关心健康。请您务必看到最后，我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即使您偶尔还是想吃点腌制小菜，也能减少一部分的伤害，让脑袋慢下来，不要那么快老去。那么为什么爱吃腌制食物会让脑袋偷偷变老呢？很多人会说，不就是几片小菜吗？哪有这么严重？问题就在于盐。腌制食物最大的特色就是盐分特别高。当我们每天都把咸菜、咸鱼、咸肉放进嘴里，血液里的钠浓度就会偏高。身体为了把这些多余的钠排出去，只能让血管承受更大的压力，血压长期居高不下，脑血管就像被过度撑开的橡皮筋，弹性一点一点消失，变得僵硬脆弱。这时候，脑细胞得不到稳定的氧气与养分，传讯速度变慢。很多长辈会描述这种感觉，吃完咸鱼或泡菜没多久，就觉得头重重的，眼前有点发黑，甚至转个身就头晕。这些其实都是脑血管正在承受压力的信号。但可怕的是，这些变化不会立刻爆发，而是日积月累，10年、20年下来，脑袋就比同龄人更早出现退化。卫生福利部也特别提醒，过量盐分会明显提高脑血管疾病的风险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最常见的结果就是假性健忘，刚刚还在手里的东西，转身就忘了放哪。话讲到一半，脑袋突然空白。许多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就会，这样其实更多时候是盐分让脑部提前老去。当脑血管的弹性下降，细胞传递速度放慢，我们的记忆力与反应能力就跟着下滑。这些信号如果长期忽略，最后演变成中风或失智，就为时已晚。盐只是第一重打击，其实在这些腌制食物里还藏住另一个更隐形的危险。我接下来要说给您听，盐分已经够伤脑，但腌制食物里还常常藏着一个更麻烦的东西，亚硝酸盐味了。让食物颜色更漂亮，保存更久，腌萝卜、咸鱼、香肠等往往会加这种成分。问题是，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后，可能和其他物质结合，生成亚硝胺。研究显示，这种物质和癌症风险有关，更会加速神经细胞退化。脑细胞不像肌肉，受伤了还能慢慢修复，一旦损坏就很难恢复。长期吃这类食物的人，大脑等于在每天被一点一滴侵蚀，结果就是记忆力下降更快，反应变得更慢。很多长辈形容，最近常常讲一半忘一半，或者明明刚刚才把东西放好，马上就找不到。这些现象看似只是小健忘，但背后的推手往往就是餐桌上的那几片小菜。这些变化不会马上出现，但10几20年累积，就像沙漏里的沙子，一颗一颗慢慢漏光。最令人担心的是，当脑细胞流失到一定程度，可能就跨过了失智的门槛，
到那个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。如果您也觉得应该要踩刹车，请在留言区打下“少言”2个字，提醒自己，也提醒朋友，因为真的少一点，脑袋才有机会慢下来。但您可能还想问，除了脑袋这些腌制食物，还会不会伤到身体其他地方呢？这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谈的。事实上，这些高盐腌制食物影响绝不止在脑，肾脏、心脏其实也跟着受累。肾脏好比我们身体的过滤器，每天要把血液里多余的钠排出去。如果天天吃很多咸菜，肾脏就像一台机器超载，运转得更辛苦，久了功能就容易下降。肾功能不好，毒素堆积，脑袋自然也不清爽。心脏同样受影响，长期的高血压等于让心脏一直对抗阻力，它必须越跳越用力，久了心肌变厚，弹性下降。当心脏打不出稳定的血流，脑部就缺少养分和氧气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高盐饮食的人不仅健忘，还常常觉得心悸、头晕，甚至走路都不稳。换句话说，一盘小小的腌制菜不只是脑袋的负担，而是整个身体都在帮他付代价。很多人觉得只是几口小菜应该没关系吧，但身体每天累积的就是这些几口，最后变成压垮健康的大石头。所以如果您身边也有特别爱吃腌制食物的朋友，请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他们，一起提醒，一起减少，比什么都更有意义。接下来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带您看清楚长期高盐饮食背后的代价。王伯伯70岁，从小就爱吃腌制食物，早上白粥配咸萝卜，中午一定要来一点咸鱼，晚餐再加几口酱菜，几乎是他一辈子的习惯。他常笑着说，我吃这些长大的没事了，刚开始只是偶尔觉得头有点晕，记性差一点，但他都当作老了嘛，很正常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市场买菜时，突然天旋地转，连站都站不稳，紧急送医，才知道是轻微中风。虽然救回来了，但从那以后，他的记忆力明显下滑。以前可以背得出来的电话号码，现在要写下来才不会忘。刚刚才交代的事，转头就不记得，这让他和家人都非常惊讶，也非常无奈。医师告诉他，这和多年来的高盐饮食脱不了关系。他努力开始改变，尽量减少腌制小菜，但脑袋受到的伤害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。那几篇看似开胃的小菜，背后竟是这么沉重的代价。王伯伯的故事不是孤立，而是许多长辈的缩影，习惯一点一滴累积，最后可能换来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，或是日益明显的记忆衰退。对身体来说，这些都不是小事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健康从来不是突然失去的，而是被日常的小习惯慢慢偷走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能不能提早一步，帮自己踩刹车呢？下一段我会告诉您，中医与科学怎么看待吃太咸对脑袋的影响。在中医的观点里，有句老话，咸伤肾，肾主骨，生水通于脑。意思是吃得太咸会先伤肾，肾气不足就影响骨髓和脑部，最后表现在记忆与专注力下降。过去很多长辈觉得这只是古书里的说法，其实放到今天看，和科学的研究结果完全呼应。现代医学告诉我们，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上升，长期下来，脑血管的弹性减弱，容易变得僵硬脆弱。这些变化会让脑细胞得不到稳定的养分与氧气，慢慢出现反应迟缓与记忆力下降，更严重的时候就是中风。换句话说，中医用肾气不足、脑髓失养来形容。科学则说，高血压导致脑血管硬化，虽然语言不同，却在描述同一件事。很多人以为吃腌制食物只是增加口味，顶多口渴一点，
没想到竟然和脑退化、中风风险这么密切。卫福部也特别提醒，高盐饮食确实会明显提高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。这些提醒，不论来自古代智慧还是现代科学，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：盐吃太多，脑袋会一点一滴变慢。那么，身体会不会先给我们一些小信号，提醒脑正在受影响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，很多长辈觉得我只是吃一点咸菜不会有事了，其实身体早就开始用小讯号提醒了，只是我们习惯忽略。最常见的就是早上醒来觉得头重、脑袋不清醒，或者吃完咸鱼腌萝卜没多久就觉得特别口渴，甚至反应比平常慢半拍。还有人开始出现短暂的记忆空白，明明刚答应的事情转头就忘，刚放下的东西一下子就找不到，走路时也可能突然愣住，不记得自己要去哪里。这些看似小毛病，很多人以为是老化正常，其实正是脑血管受到高盐与亚硝酸盐长期影响的结果。如果这些讯号被忽视，日子一久，就可能发展成严重的脑血管事件，甚至失智。身体不会突然倒下，而是透过这些细微的改变，在提醒我们该停下来，少吃一点了。您自己或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出现过这些情况呢？如果有，不妨在留言区打上“警讯”2个字，提醒自己，也提醒更多人不要忽略这些信号。因为当我们正视它，才有机会提早做出改变。接下来我会说明，如果还是不控制，这些小警讯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后果。如果我们选择忽视这些小小的警讯，身体的负担就会日积月累，高盐加上亚硝酸盐，对脑血管来说，就像每天在增加压力，让血管一点一点变硬变窄。起初可能只是头晕、健忘，还能勉强过日子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脑细胞长期缺氧，记忆力与反应力会明显下降。很多人到了65岁，却开始出现75岁才常见的状况，健忘、说话断断续续，甚至走路不稳。这些不只是单纯的老了，而是脑袋在加速退化。卫福部的资料也显示，高盐饮食的人，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确实高于一般人。我见过不少长辈，平常觉得自己很健康，能上下市场，能跟朋友聊天，但突然某一天就因为脑血管堵塞，手脚无力，说不出话，家人吓得急忙送医。这就是忽视长期累积的结果。这些后果不只影响脑袋，也会大大改变生活品质。从一个独立自理的人，可能变成需要别人搀扶，需要人照顾，这对自己和家人都是沉重的负担。那么这些累积的伤害，最后最严重会导致什么呢？当脑血管长盐、背盐和亚硝酸盐伤害最严重的结果就是中风。中风可能让人突然倒下，半身不遂，甚至连最简单的说话、走路都无法完成。除了中风，失智症的风险也会大幅上升。脑细胞一旦大量受损，记忆力会快速恶化，有时连家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。这些后果来得突然，却不是偶然，而是日积月累的习惯所造成。很多人常说，我吃了一辈子也没怎样，但其实危险就在于慢慢累积。就像一个水桶，开始时再怎么加水也不会溢出，但当水一滴一滴加满，终于有一天会溃堤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问题不是只发生在脑袋，肾脏因为长期过度工作会提早衰退，心脏因为血压过高不得不更用力跳动，也会加速疲劳，最终整个身体都被拖累。所以说，爱吃腌制食物不只是让脑提前变老，而是整个身体都跟着走下坡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问，那如果我还是偶尔想吃，难道真的只能完全戒掉吗？其实
不必完全放弃，还是有一些方法能帮助我们减少伤害。完全要长辈放弃腌制食物，确实不容易，因为那是习惯，也是记忆里的味道。不过，我常跟患者说，不能完全戒掉没关系，但至少要学会减害，方法并不难。第一个就是吃之前先处理，无论是腌萝卜海，是咸鱼，先用清水冲一下，甚至快速汆烫，能冲掉部分盐分与亚硝酸盐。虽然味道会淡一点，但对脑血管的压力小很多。第二个是降低频率，从每天都要有小菜，改成1周1到2次，而且每次分量缩小，把小菜当点缀，而不是主角。第三个是搭配得更聪明，吃小菜时旁边放一盘烫青菜或一碗清汤，多摄取钾离子帮助排钠，还有一杯白开水协助身体代谢。这样即使偶尔还是想吃，也能减少一部分伤害。最后一个是学会提醒自己，可以在厨房贴上一张纸，写出少盐、冲洗、偶尔、小盘，每天看到就能记得。这些看似简单的调整，其实就是保护脑袋的第一步。那么，如果真的想在餐桌上找到美味的替代方案，可以怎么做呢？很多长辈担心少了腌制小菜，白饭就吃不下。其实完全不必，只要换个方式就能吃得下，饭也能顾脑袋。第一种是用酸味代替咸味，白粥或米饭配上一盘凉拌番茄或小黄瓜，以柠檬汁或醋调味，再加一点点酱油，酸香清爽，也能刺激食欲。第二种是善用香草与香料，葱、姜、蒜、九层塔，甚至胡椒与迷迭香，都能让菜肴香气十足，舌头自然觉得有味道，而不需要太多盐。再加上一些坚果碎，口感更丰富。第三种是提前准备低盐常备菜，比方说周末烫一盘豆干拌小黄瓜，或蒸南瓜卤一点，清淡的鸡肉冰箱保存2-3天，随时可以端出来。这些菜一样方便下饭，但盐分少很多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购买时多看营养标示，挑选同类产品时，尽量选择钠含量较低的。日子一久，味觉会慢慢调整，发现其实不那么咸，一样好吃。这些替代方法不只让味蕾满意，更能让脑袋安心。那么今天的重点语，我在开头承诺的减害秘诀，该怎么整理起来呢？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整个主题，从餐桌上的几片小菜谈起，看到它们其实不是无害的配角，而是默默加速脑袋老化的隐形推手。我们提到过量的盐分会让血压升高，脑血管失去弹性，像被拉紧的橡皮筋，最后容易断裂。亚硝酸盐进到体内，可能形成伤害神经细胞的物质，让记忆力与反应力慢慢下滑。这些不是遥远的医学名词，而是很多人每天的真实经验：头晕、健忘、反应变慢。我们也说到，长期下来，脑袋会提前10年老化，甚至走到中风或失智的地步。肾脏和心脏也在悄悄受累，让全身都背着过重的负担。王伯伯的故事就是一个警钟，看似寻常的几片小菜，背后可能换来一辈子都无法逆转的代价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谈到，希望因为只要愿意，还有方法可以减少伤害。吃之前先冲洗或汆烫，让盐分和亚硝酸盐少一些，把频率和分量降下来，从每天必吃改成偶尔肠胃，多搭配蔬菜水果和白开水，帮助身体代谢，善用酸味、香草和低盐常备菜，让餐桌依然有滋有味。这些调整看似小，但日积月累，就能换来脑袋的清醒和身体的轻松。我在影片一开始承诺过，会给您一个简单的减害秘诀。现在我要再提醒一次，
记住8个字：少量、偶尔、冲洗、搭配。把它写下来，贴在厨房，让自己和家人每天都能看见。这就是最实际的保护脑袋方法，能够一起守护健康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，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更希望您能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长辈，让少盐的观念传得更远，帮助更多人少受伤害。本影片仅供健康知识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您本身有慢性病或正在使用药物，在尝试任何饮食调整之前，请务必先询问医师或药师。若出现持续头晕、胸闷或神经症状，也请不要拖延，及早就医。最后，衷心祝福您一口一口吃回清晰，一天一天活得安心。愿您和家人每天都能脑袋清醒，脚步稳健，生活自在又平安。